进前接纪念这历史事件的中国维权人士陈思明，今年7月离开中国，去到辽国、泰国，经过2个月流亡了后，本体是要经过台湾登去中国。想袂到今仔日透早来到台湾了后呢，却是留伫台湾唔走。伊是公开表达希望透过台湾，再去美国、加拿大找找政治庇护。目前是暂时留伫咧桃园机场，等候这移民署陆委会进一步的安排。 为了躲避中共的政治迫害，我现在来到了台湾。我请朋友们呼吁台湾政府不要把我遣送回中国。在社群平台发求助影片，伊是对中国乌南来的异议人士陈思明。日透早，伊到桃园机场了后，伊就表达拒绝坐飞机登去中国，行李干那一个牌仔，伊希望经过台湾去美国是加拿大找政治庇护。知道，台湾不是一个接受移民的国家，我也不想违反台湾的法律，也不想给台湾的政府添加麻烦。我只想借到台湾，在台湾寻求一个短暂的安全。陈思明今年60岁，伊讲伊是对2016年开始伫中国参加维权运动，因为连续几年举牌纪念历史，毋但互拘捕嘛变作官方的污名单。最近2冬，中国对异议人士的打压是愈来愈严重，互伊是真惊吓。今年7月2日，伊对乌南中线是坐飞机到芬兰，用偷渡的方式入去辽国，结果去到泰国，搁按拉美中国警方经过2个月才来到台湾，目前伊暂时留伫桃园机场，等移民署和陆委会进一步替伊安排。我的护照被中国注销了，但是这个护照的本子还在我手上。我收拾了几件衣服，我就逃了出来。我现在是只知道闭着眼睛往前走，有上帝来引领我。如果不幸的我们政府决定要遣返，让陈思明的努力呢，当然功亏一篑，也会让很多心向这个台湾的维权人士斗志会是一个非常大的伤害。在陈思明流亡的过程中，提供建议的前警员讲，最近几年来已经有10外个中国人用同款的方式来台湾借渡，对咱遮转请欧美国家帮助，但是走程序是真久。前警员呼吁政府莫遣返陈思明，而且紧推动已经调18年的难民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